伫咧去年12月初3半暝，韩国的前总统尹锡悦是雄宣布戒严，无偌久随后国会来撤销，引起真大风波。到今已经满一冬啊，现任的总统李在明是宣布讲要将这12月初3定做国民主权日放假一天，而且会强调会对当时支持甲实施戒严的官员追究到底。 빛의 혁명으로 탄생한 국민 주권 정부는 우리 국민의 위대한 용기와 행동을 기리기 위해 12월 3일을 국민 주권의 날로 지정할 것입니다. 2024年12月初3半暝，迄当阵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主张，以共同民主党为主的在野党已经正做受北韩影响的反国家势力，宣布紧急戒严。不过国会是宣告戒严无效，早期除了追究官员的责任，尹锡悦伫咧2025年1月甲4月也被逮捕并且弹劾下台。但是尹锡悦政府的恶梦也未结束，包括伊本人也看守警监司。 戒严迄当阵的国防部长金龙宪，也个迄当阵20几位政府官员拢被逮捕起诉。 친위 쿠데타 가담자들에 대한 엄정한 처벌은 그 시작입니다.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，执政党内面即马有声音，认为尹锡悦所属目前上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是强模戒严的势力，应该解散。 另外，韩国政府伫11月也决定，凡是被认定加戒严强模的公务人员，将会被立案调查听诉。有韩国媒体认为，安尼先会激化政治对立。不过，政府敢若正坚持未改变做法。因若对这份情势愈来愈相关的日本甲中国对立，李在明初三伫咧记者会上讲，应该找寻各方拢会当和平共存的方法。 일본과 중국이 갈등을 겪고 있는데 우리가 한쪽 편을 들거나 그렇게 하는 것은 갈등을 격화시키는 요인입니다. 李在明也讲，若是需要韩国伫咧日本甲中国之间做中人，韩国正愿意。公司新闻，齐家林编辑。